另外，这个数字要来看到，伫台北市生活，若是收入无到24,000块，恐惊就变做中价收入户。因为卫福部公告上新的调整，明年规台湾各县市上价生活费的水准。绿岛咱看到，敢若台南市，还有高雄市无调整，其他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，还有台中市，拢甲上届加生活费提悬。自安尼来放令明年申请中价收入户的资格。像讲台北市一个月家庭的收入，若是无到24,293块，安尼就算是中价收入户。有一寡民众认为讲，这个收入就算比价基本的薪水更加悬，不如个生活确实较歹过。食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，逐项拢需要用钱。但是你敢有想过，家己一个月平均爱用偌济钱？2-3万吧，1万块内，大概5000到6000，差不多3万。如果你要住一个好一点的房子的话，大概1万，一定要1.5万上下，那还不包含水电。有人5、6千块就会当应付每个月开销，但是嘛有人爱开2-3万。根据卫福部最新的公告，明年上加生活费预估每一个人每个月平均是12388块，但是详细来看，706个城市每个月平均上加生活费煞拢有提悬的趋势。台北市对16000外块起到17000外块，新北市嘛对14666块起到15500块，桃园市甲台中市是起将近1000块。卫福部以安尼来定明年各县市中价收入户心理的标准，台南市、高雄市伫咧2万块以下，台中市、桃园市、新北市全部提高到2万外块。其中台北市只要月给比24293块搁较低，就会当算是中价收入户。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，所以这几个县市是相较于去年是提高的。申请低收入还要看中低收入，还要看他的所得，动产跟不动产。会很辛苦啦，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要非常的省吃俭用吧。已经算很低，不到中吧，我觉得。大部分的民众认为，月给若是比24000块搁较低，确实要生活就较无简单。政府嘛公布散车的标准来提悬，嘛反映出台湾民众上新的经济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